咱的台湾正欠疫苗，和美国比起来，因注射率已经超过50成，而且因所用的疫苗拢是国际认证。因若唔开放时，美国籍的民众用护照就会当伫当地一寡机场甲大卖场就会当注到疫苗吧。国内旅行业的业者表示，5月飞美国的飞机票是卖甲真好，甚至有的机房是拢客满的。不过去到美国的目的，有可能是开学做生意，敢有人是去注疫苗呢？业者是无来讲明。 即阵全台湾大约50万人做过有风射，注射率差不多2%，甲非洲差不多，伫咧全球算排尾段。那美国是已经注超过50%，而且当地开放毋是美国籍的民众摕护照，会当伫咧机场、卖场来注。最近中央航空是佮加开直飞美国的航班，自本一礼拜飞3班，即马飞7班。 到美国的这个机票的开票量的需求，5月份相较于4月份是成长73%。就我们所了解的航空公司，在5月份的搭载率大约在50%左右，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的时候，搭载率都已经达到100%。 旅行社表示，疫情开始断了后，台湾直飞美国的旅游票较无销，大部分拢是商务客。即马毋那6月底进前的票拢无啊，票价也变贵。商务舱一张往回无20万台票卖起来。 在旅行社端可能帮客人订票，但是客人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变成客人自己的状况了。若看桃园机场5月到6月出入境的资料，5月下旬出境的人确实有小可增加，尤其5月21、28出境的人拢超过2000，6月初2甚至超过2500人，甲本土疫情爆发之前，逐工出境的人次1500人以下比起来明显增加。那台湾伫咧去年3月中旬，就禁止旅行社做观光团，也禁止因有医疗目的来招人客，准若违规会去罚款3万到15万，甚至吊销执照。记者洪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